各位大家好，我係 Darius， 今日就繼續講 Gio 嘅故事。故事繼續，鍋子及時帶走 Gio 佢哋。其後，基治同莊吳嘈咗大交，又因為逢魔時王嘅歷史而決裂。之後，小和田撞到莊吳，話今日佢要參加國際遊戲大賽，並帶走咗佢。喺 Wooloo 嗰邊 Ella Drive 攻擊佢。真正嘅 Ola 出現，但係佢已經冇咗力量，被鏈住。好彩鍋子及時出手。喺朝九晚五堂，基治佢哋決定返到未來。喺莊吳嗰邊，小和田慘敗，返屋企嘅時候俾小和子帶走。佢召喚咗大道黑紀，佢變身成 Etanaru。打向 Gio。喺鍋子嗰邊 Ella Drive 啟動咗重加速，不過鍋子使用銀河領域抵消，基治亦加入戰場，救咗 Wooloo。喺 Gio 嗰邊，門此次出現，進入咗小和田嘅世界，了解到係幸福嘅世界，與之交換嘅係反派騎士嘅復活。之後，莊吳返到現實，見到 Ola 居然解決咗 Wooloo， 莊吳憤怒，不停攻擊 Ella Drive。喺另一方面 ，Aquia 同 Etanaru 對戰，趁機綁住 Swallows， 令月讀攞返力量。Aquia 同 Etanaru 水中戰鬥，但係俾 Etanaru 嘅風刮走，月讀亦同樣失敗。喺戰場 ，Gio 用 All 20 Time Break 消滅咗 Ella Drive。Ella Decay 打算消滅月讀，好彩基治及時阻止，不過被困咗喺虛擬世界入邊，換嚟白鍋子嘅復活。兩個鍋子再次見面，用太陽嘅光芒做掩護，逃走咗。其後，眾人希望同白鍋子商量，一齊拯救基治。與此同時 ，Swallows 不停將人困喺幻想世界入邊，換取反派騎士嘅復活。白鍋子用未來日記安排 Aquia 同 Etanaru 嘅戰鬥，兩人對戰，Gio 加入。喺另一方面 ，Ola 希望用 Wooloo 嘅滅亡換取力量。返到戰場，兩個鍋子變身，用上各自嘅必殺技踢向對方。白鍋子落敗，但係 Swallows 再次復活白鍋子。白鍋子用藉口將月讀同黑鍋子送入幻想世界。Etanaru 亦發動 Maximum Drive 擊到 Gio， 不過 Gio 用上 W 嘅力量攻向 Etanaru。Etanaru 用上鬆嘅力量踢向 Gio。Gio 同時用 Torrenti 嘅力量抵擋。原來 Etanaru 擁有摧毀幻想世界嘅力量，所以要用 Torrenti 嘅力量將佢拉入去，幻想世界破裂，個人逃走咗出嚟。其後，基治同鍋子對抗反派騎士 ，Ola 暫停時間，插向 Swallows， 不過無效，被踢開。鍋子佢哋用 Burning Sun Explosion 同電鋸鐵斬消滅反派騎士。喺 Gio 嗰邊。Swallows 解釋，如果自己消失，月讀亦同樣消失。Aquia 唔相信，用 Rider Kick 踢擊，但係俾極光圍鑊擋下，俾 Ella Decay 回旋踢爆。Gio 亦都解除變身。莊吳之後非常憤怒，叫。以上就係今日 Gio 嘅故事。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可以 Like、Share、留 comment。或者 subscribe 個 channel， 撳隔離個啷啷，或者當你 follow 我 IG， 我哋下次見。